来忆起世界所，愈捌愈深着愈会加好笑。台湾俗语摕来谈，心性滋味是有内涵。欢迎收看《报道歌丁》，我是林显元。台湾俗语是咱祖先伫台湾这块土地的生活体验所产生的智慧。报道歌丁就要用俗语带乡亲，做伙来去看咱台湾人的故事甲文化。人在讲啊，世间第一讲，做东萝，互人讲；第二讲，开无啊，互人帮；第三讲，食粉是会分风；第四讲，食槟榔来拗红；第五讲，弄球来相帮；第六讲，带七仔去扇东风。以东为镜，可以明志；以罗为乐，可以静心。住伫咧新北市乌来山内的这个吴宗林老师哦，伊是咱台湾少数佫会当做这个手工东锣的师傅甲艺术家。因为伊去爱着东锣的声音，所以才进入了这个东锣的世界内底有30多年哦。这30多年来伊做出了超过6000个东锣。除了是为了台湾北管的乐团来提供乐器之外呢，更加用伊的艺术来互东锣重生。所以咱今仔日呢，就要来介绍为东锣注入了新生命的这位国宝。咱来看一段 VCR。每天下晡4点，南社区溪谷传出锣鼓合奏、迷人的声音。鼓声呐响，吴宗林就伫对话讲主题锣和风锣，亲像安尼，锣鼓声伫溪谷互相辉映，美妙的声音，互人的心恬静落来。这是一个生活的仪式，伊毋那是一个表演尔。逐工每一工，伫咧这个溪边发生的代志，已经成做有来伫世界发生的一个代表。我觉得那个鼓声和大自然其他的声音，它完全是一体的。这个伫南势溪畔听对面的山的东锣的声，甲这边的鼓声我感觉因两个敢若是咧讲话安尼，互人做感动的。我第一届看到饭店的大厅用铜做的艺术品来布置，我感觉安尼的空间，互人真舒适，嘛心情拢定落来安尼。这个铜雕的艺术品嘛做到栩栩如生，真水真水。看到那个铜做的那个荷叶，然后当时我就想到有水声潺潺，荷叶田田，就是那个太搭配的太美了，就让我觉得很震撼。铜锣讲起来声嘛，足清脆、足响亮的阮小朋友嘛是感觉很好奇，因拢会去试看卖啊。吴宗林老师这10年来，有一个做锣的东锣的师傅，慢慢转型变成一个心灵zan厝的艺术家。伊的作品来到阮的饭店，不但给人客带来心灵平静的感受，嘛甲世界各国的人客拢带来有来欣赏伊的作品的美好。原本伫庙会顶头也留咧乐器，伫吴宗林巧妙的双手，正作为山南溪谷当中净化人心的声音。听到这个东锣声
就完全拢无烦恼咯。哎呀，这个铜锣啊是有影真有学问吼，而且呢，这个是一个艺术品。咱今仔日呢，就真欢迎咱的铜锣国宝大师吴宗林吴老师，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咱的静宜大学的中文系副教授陈敬介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铜锣吼，以前咱拢是伫咧即个庙会啊吼，迎神的即个过程中间会去听到伊的声吼。不过吼，即马吼有一个所在讲要听伊的声吼，是有定时，而且吼是伫咧一个真优雅、真有意境的所在。你甲咱介绍一下，这个有来吼南势溪即个康歌社是安怎一个音乐啊？好，这因为我是阮兜伫南势溪边啊，就定定试铜锣，是讲甲锵锵叫。对面吼有一工，迄个总经理就坐来呢。是，我是讲伊又阁是一个吼，迄行步道找无路，要来甲我问路。哦，是哦。伊就讲伊是即间饭店的总经理啦。再来讲吼，参详讲无咱每一工来做一款的即个表演。是。会当两换咱即边吼，若拍鼓伊迄边铜锣声来配合。经伫每一工的4点，4点就是讲吼，即个乌鸦啦，甲即个咱即个仪式吼，去交接即个时阵，安尼一做已经做8年啊。甲每一工4点时间一到尔，咱讲毋讲无人即摆几点啊？知鼓都未降咧，未听到锣声，是。所以讲即个康歌社即个吼，锣甲鼓两换即相应，即相应带互大家有一款迄个，咱不但是听觉。也是这视觉，这个感觉来讲哦，对咱的心情拢有一种真好的这个表现。是，其实吼，老师啊，你用你的一双手吼，去安尼做遮尔济这个铜锣出来吼，拢是一个一个的艺术品的吼。这个过程中间吼，我感觉讲，老师你是安怎去初开始是去安怎去接触，讲你这个手工吼，家己去做出来的这个铜锣这个音乐。做囡仔时阵吼，对这锣鼓电吼，都真有印象。因为咱较早装卡你都知。过来就是吼，我咧读到高中时阵吼，阮迄个女朋友就是尾啊娶某迄个。因兜讲你做铜锣，我就好奇去因兜一看，一看迄个，我做这铜锣，你做铜锣师傅，敢若袂甲人歹趁，大家拢用做镜的，你知？是。这我若来做，这毋较简单，就一片尔，半年我都会晓，等下我就听我赚足侪钱啊！差不多伫遐做11年。是。11年学一寡这基础，基础尾啊，因为工厂有淡薄变动，变动我就安尼吼，就开始先去社仔遐找厝，社仔遐算真边疆的所在，即期物件才要搬尔，里长就来啊！你这要做啥？我这就准备要做铜锣。铜锣，袂使，我这袂使。无法度捌敲电话问阮大兄讲，无当到有来较装卡啦吼，我就无得去啊，会使转厝。伊才讲，我无你转来厝做。是。才伫遐开始才搁做另外一个阶段，就是讲甲即个以前所学的遮的迄个功夫吼，搁继续真哇彻底就对啦。咱唔敢讲即马做啊真彻底了。就安尼讲一个，就已经做38年去啊。你这个过程中间吼，你甲咱介绍一下，讲是安怎你会对这个吼传统的这个铜锣的做法吼，变做是手工的这个铜锣吼，是安怎去接触到这个境界吼，这个空间？因为自早咱台湾咧用锣，拢爱去长山买。是。长山做锣，甲咱用的这个吼，质料无共。伊是大陆甲其他的国家拢用即个青铜，青铜就是铜吼，纯铜甲即个锡的合金。伊即个青铜一定爱落甲扬，用火烧甲扬去，才倒伫刷无。咱讲做翻刷。翻刷。翻刷伊这翻完，才就咧大约落去讲即个，所以伊伫控制的时阵吼，都有真济个限制。是。咱台湾当都用锣用到迄个蒋总统来台湾了后，他这条路要去长山买锣才转去啊。所以我前辈开始才去找到这个，像这个铜棒，铜棒直接，咱铜棒直接落去对，就咱爱啥物款，咱就有法做啥物款，做偌大面，咱就有法度做啊。所以这个再演变讲，所有的铜锣都变用手工落去对。
手工吼，就去讲出来的对无吼？啊，咁一定爱安尼吼。啊，这个手工安尼去讲吼，安尼去对啊，这个真费力吼。啊，到底除了费力之外吼，啊，还有啥物爱注意的美感啊？因为伊这当落吼，你每一个甲讲落吼是，就是固定啊。嗯，啊，你若讲好，迄个落就是真清凉。是，啊，你若讲了歹，你就变做歹当烂铁。吼，是安尼，嘿是，，啊，即摆你若讲了无好，你来个补，还个聊啊调。啊，哦，这个过程，我看伊咧制作的过程吼，迄是足辛苦。是，哎，所以有影是起手无回大丈夫啦。是啊，而且大丈夫才有法度伫咧遮尔那差的一个环境内底，伊会当规个拢静心入去嘛。是，哦，迄每一个过程，每一个即个动作，哦，拢真专注。是，哦，啊，这点我感觉是即个当落制作的过程内底上介重要的一个，迄个袂当讲技术啦，就精神面的迄个凝定就对啊。是，大家呢，若想要了解较侪吼，请唔通离开，咱先啉一水仔茶，休一下喘，连面再继续请两位老师来甲咱继续分享。报道高阿丁，内容足丰富，有地理，有历史，嘛有人文甲故事。咱若是知愈多，捌愈深，对咱台湾就会听入心。国宝级东罗大师吴宗林，伫乌来南社区溪谷音机，用手工制作东罗。40外冬来，伊用双手安尼一声一声讲出6000外片的东罗。因为咱即个做东罗这个行业吼，就古早是伫做互顶头用的，啊顶头用的吼，就是敢若讲咱做东罗是一个职业。啊，但是尾啊，加差不多20年前，我发现讲即个行业吼，一定会消失去，行袂当落去啊。因为顶头愈来愈少啊，即个社会生活这结构已经伫改变啊。我开始咧改变时，就甲即个做东罗技术移转一部分来做即个东雕，就是人讲即个雕塑。我家己本身对乐器淡薄仔兴趣，兴趣先甲即个东罗吼，就是家己甲定音啊，定做安音无共款哆来咪吼，安尼伫演奏。尾我拄着一个钢琴的即个调音师，伊甲我讲吼，你若有心要做即个音乐的用的锣，一定要做国际标准音。伊甲伊的技师吼，伊调音的技师借我，我这里开始咧调做即个国际标准音，所以吼，才有即马即个呼噜摩萨之音。全世界即马就是讲咱台湾有材料去甲做即个即个定音就是讲甲定国际标准音。每一个锣都是独立的440 Hz 国际标准音。子弟锣跟风锣呢，在我们台湾都是一种非常基层的文化。为着要推广这个文化。所以我开始就设计一个叫做 DIY， 就是 DIY 就是讲，大家要知影做东罗是什么物件，所以咱互伊体验，咱来甲创一细啊罗架，创一面锣安细啊，你来家己来家己对，家己磨，到尾安尼搁甲锣挂起哩，搁签一下名，安尼就感觉讲，这个是我的，转去间，讲落去安尼，锣声响起好运来。文化如月，创意纳水。吴宗林创作东罗，无暝无日，伊用生命一声一声讲出东片的新的生命，互东罗为传统的乐器行入艺术世界。
哦，咱拄则看即个 VCR 内面啊，你看即个国宝老师吼，啊，即个虫啊，到伊的手头顶悬啊，会当变化出遮尔济无共款的面貌吼。尤其吼，即个音阶啦，迄个有声音的迄个音吼，音阶罗吼，有影是咱台湾的公盟呢，台湾的公菜呢，是安怎讲吼？因为这会当有即个声哨吼，啊会当有即个固定的音吼，会当有即个固定落来，这实在无简单的。啊，老师你是安怎去用的啦？我有咧算乐器啦，啊，是调七八个，在迄个树仔骹创一排调，遐在咧猛算。啊，有一工有一个钢琴的这个调音师来，啊，伊讲伊是迄个雅马哈吼头一期训练出来。是。你这吼，若要做有音阶，一定爱做到国际标准音。你家己安尼吼，这袂准，安尼袂使。伊家伊的音差调音的音差照我用，有安尼降一个啊，当路调一个安尼啊。是。但是安尼也无够准，尾仔再用这个电子这个调音器吼，啊，落去调，啊，再甲调做这个国际标准音。是。啊，这就是讲440赫兹。啊，咱就创这个调音器咧调吼，迄个尖难适中啊，准安尼吼。标准的。哈，啊，咱就是利用迄个大细，你愈大的锣呢，伊就愈隔音。好，啊，愈细就愈关音。是。啊，若变大变喏，变大用高甲薄。是。愈高伊会愈关音。是。哦，啊，愈薄会愈隔音。安尼就去运用，啊，甲做出这个吼，国际标准音，安尼来。才有法度讲你啊，倒一工啊，要甲国际，还是讲要甲别种乐器来去配合的时阵，你安尼才接会起来。咱用的铜是黄铜，黄铜第一平常时啊，你会使甲对出来啊。咱拄有讲过。啊，大陆呢，其他国家伊用翻刷的铜，无法度控制，所以伊伫控制时阵的音无法度控制到国际标准音，所以变这个福尔摩沙之音变咱。台湾之声就对。是那是台湾之声嘛，是台湾之光啦吼。就老师吼，你吼以早人北管铜锣啊，有通啊卖嘛吼，人咧出阵头啊，人需要这个铜锣的物件啊。但是你即摆个做到这个艺术品啊，这个改赞吼啊，嘛是有理想嘛，是爱顾巴肚啊，对无？突然间，我想讲啊，哎，问这个问题，敢若是有淡薄无礼貌，但是大家嘛是真好奇啦吼，就是讲咱做一面铜锣吼，啊爱开偌济钱，啊你会当趁偌济啦吼，啊顾巴肚，啊当然啦吼，这制作的这个转型，这个原因甲过程是安怎？这个问题其实是大家真好奇，问讲啊，你这铜锣做偌久？啊，我讲大概啊，差不多安尼2尺6个吼，啊2个人来做才要3个工作天啦。是。啊，一面即摆卖差不多3万至32000块左右安尼尔啦，吼，啊，这就是简单讲一个代表的这个价钱。啊，但是因为铜锣吼，种类足侪种，哦，啊，用途无共款的足侪种，啊，用伫什么所在，伊的迄个价钱就会产生一个变化。但是啊，总讲一句就是无什么销路啦。是。到目前为止也是共款，啊，即摆铜锣吼，顶头的买一束啦。音乐的买一束啦，啊，你静心的或者瑜伽的吼，买一束啦，啊，手状买一束啦，啊，都一项一束啦，一项一束啦，所以讲吼，安尼多论者吼，啊，佫有通论到今仔日，来到这个所在讲，甲大家观众朋友讲咱这铜锣的文化，啊，因为这这是一个文化，啊，一定要有人来做啦，吼，啊，你做的时阵，文化一定要对生活当中。就去发展，所以我尽量在生活当中给发展甲一般唔是出阵头的人，你嘛使甲铜锣有淡薄仔关系啦。是，这是我以后的所要行的路线就是安尼。啊，我听讲吼，你个人生病中间吼，你吼有2句话，你伫认为讲，迄是你人生内底上大的一个提醒啦吼。以铜为镜，可以明志；以锣为乐，可以静心，是安尼嘛吼。啊，这个铜锣吼，敢真是会当遮尔大声、遮尔吵的物件，会当静心甲定心哦。我还是无相信的。这老师，你听我的意思无？我想讲吼，啊无你甲我规气甲我创一个，互我知影讲到底是安怎铜锣才会当静心嘛？啊无安尼讲无用咧。原来你是咧讲这哦，哎呦，这都无困难咯。是吼。我即马这个静心拨，啊，你即马会使点点听，点点听，我来点点。
这个声音有几秒钟，是啊，你会位头听到尾，啊，其实这时间短短了后吼，咱人的这心思会叫吸引去，是，吸引去了后，咱的心吼就变成单一，哦，单一你就专注啊嘛。啊，是安尼。这个专注当中，伊就是起了一个效果，就是这个静心。老师啊，你讲要静心吼，但是我感觉讲这伤细粒啊。对我即马即个心来讲吼，无用度啦，无够开啦。这初级班的啦，你即马爱用高级班的，这叫做拨。拨啊拨，这较早用咧吐拨用的。是。哦，啊，你看这推啊个拢搁留伫遮。是啊是啊是啊。啊，伊的特色就是伊的声发出来会真长真水。我才无相信敢有效。我即马对我即款暖心的人敢有效？我马上来替你解决这个问题。哎呦，感恩哦。哦，我拄则伫这个过程中间呢，我突然间吼，我感觉去三界之外呢吼，啊，就咧宇宙天地之间吼，拢感觉亲像讲，迄拢无重要，我都感觉耳孔边啊，就是斟酌听这个静声。当然啦，我是今仔日有得到你的这个净化，然后我有静心。听讲你这个东路吼，还佫有真侪这个四句联呐吼，会当甲大家有祝福的对无？东路连讲两三声。是。趁钱三顿食餐厅，东路连讲三四声，金银财宝是满大厅。有哦。啊，东路连讲五六声，子孙贤孝是免咱请。有哦。啊，东路连讲遮一声，啊，带互大家是好心情。啊，带互大家好心情，有影感恩老师今仔日来到咱现场咧。其实吼，即马吼嘛有囝咧，甲你传承你的衣钵，对无？啊，是的。是啊，所以讲吼，吴宗廉老师吼，伊坚持一世人，敢若做好一件代志，而且会当将这件代志做甲遮尔啊好，将这个当艺吼安尼对答啦，讲出来吼，讲出遮尔侪优质啦吼，而且吼有真侪这个跨度，啊，人生的跨度甲长度啦吼。多谢老师吼，今仔日来到咱的节目中间，啊，来甲大家分享到这珍贵的这个文化资产，来感谢老师，感谢。时间真紧，着一坎站，暂时离开着真不甘。大家若是无去嫌，咱后礼拜才过来谈，嘛才过来谈。报道歌丁用俗语参故事，甲乡亲来博感情。后礼拜，请继续收看《报道歌丁》。